一家，一选做对拼奖金，对手看到先紧张。咦，跟你讲，卖酸，好啦，卖酸啦，来大家抢雷单，来这里哦，这里哦，来欢迎欢迎，这里，哎，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今日哦，阮这组的哦是真好，伊家己报名来，哦是是而且讲真介意咱的节目。哎呦，感谢。而且是代替啥人来的？代替啥阿嬷今日唔敢来，代替阿嬷来，阿嬷歹势啦。哎呦阿嬷你这客气啦阿嬷，即摆吼爱甲讲，阿嬷你免歹势啦，我会等你，我会甲你好好讲话啦。对啊吼，你着爱报名过来参加呢。我在等你哦。嘿啦，好来介绍，应该是孙的报名。嘿，来，咱的队长义军，欢迎。我是义军。来，好，我这件都是因为，阿嬷足真正足介意恁的节目，所以我才报名。尤其是这两个主持人哦，伊真正是规工拢伫咧看恁的节目安尼。规工的啦。其实吼嘛，真正有影规工拜甲拜三啦。大家讲订播嘿啊嘿啊，阿嬷爱看。对，第二位甲介绍者。哦，这个是我上水的堂姐，调我来啦，调我来背记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那君。好，来个扫入去哦。嘿，sorry，就是我的姑姑。嘿，我是义军的姑姑。嘿，我叫 Link。好。要甲阿嬷打一招呼。嘿，甲阿嬷讲一下话啦。妈妈，你今晚无要来吼，阮嘛有法度紧急，一定要带你来。好，来个扫入去咧。个刷嘞是我的姑丈。嘿，我是阿雄，外号雄哥。啊，今日来城市要帮助，你种会帮助我的丈吼，然后你种会摕奖金，其实摕到奖金嘛是要等去甲友好的。啊，是咱伫遮吼，嘿，拼奖金等下甲你分享啦。哈，好，来，即马刷入去换恁这边啊。我们这边嘿。好，来。阮这边吼算是咱这业界内底好朋友啦。对，家己人啊。敢讲高讲，而且吼，就算袂晓嘛爱硬讲。欢迎队长叶刷。大家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快我嘛是吼，这届我来比赛。好，来甲介绍落去。第一位上高讲台语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明。你先不要讲我的台语名。中华人伊呀欣迷，呀欣迷啊。所人。中华人。我较紧张个有进步啦。爱水水。对，爱水水啦。欢迎。欢迎你呢。好，来一个啥来去？购物佩哥。大家好，我是郭佩嘅。好，今日介绍咱台语的顾问老师。是，抱歉欢迎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安分员工爱阿嬷，金钟主持上解胖。好啦，阿嬷虽然吼报名无来，不要紧，咱嘛是拢爱阿嬷啦。阿嬷，你知影，阮真正有100万呢。现场你无来看到可惜啊！哎呦，应该互你看现场啦。吼，互你看者就真正有100万啦。是真正有100万哦。借杠100万。嘿，好，要比赛啊！加油哦！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听这边。好，来这个回合，美秀有一个答案。阿雄，我冇一个答案。来分数。嘿，咱这回合嘛，拢总6个答案。 6个答案。要到正确的，就才得到1000。哦。上最才得到6000哦，加油！6000哦，第一回合就6000啊哦。对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像片哥黏贴贴的笑葵，有人爱有人惊，请问笑葵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
秀这边是青豆啊，青豆啊，嘿，天上的青青啦，天青啊，嘿，天青啦，哦吼，你甲看，咱的秋葵就是做安尼，啊，毋过是安怎是讲天青咧？因为伊是你安尼放怀，你甲切了后就敢若亲像羊桃，哦，切了嘛是敢若青，既然呢啦切了嘛敢若青，嘿，伊是有几角，一两三四五六七，哦，一角嘿，看起来敢若青天青的感觉，所以我的答案是青豆啊。是，啊那阿雄我的答案叫做乌骨啦，为什么？因为乌骨啦秋葵日语叫做乌卡啦，哦乌卡啦，日语叫做乌卡啦，所以吼，伊反过来叫做乌骨啦啦。哎，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眼睛边。哎呦，算姐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有人相信我。哦，嘿，阿哥，你哪会选我这边嘞？我感觉美秀讲的黑豆啊，真有道理。是，啊，我是乌骨啦，伊是豆啊，青豆啊，青豆啊，真有道理。是，看个敢若落啊天青共款安尼，嘿，是的还是意思。相片，我特别切咱互咱看，对不？对啊，来，我看阮那个队长，因为我感觉迄乌骨啦，乌骨啦乌骨啦，伊甲拄则上哥讲的迄日语的发音，其实有淡薄无共，嘿，淡薄无共感淡薄无共，因为若是迄罗赖吧，第一讲就是罗赖嘛，是，嘿，也毋过迄青豆啊，对的，看起来伊的迄行，切安尼，切安尼就是要我这互阮知边是啦。看型啦，嘿啊，你边念法也换这外来语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乌骨啦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分数先来。恭喜得了1000咯！伊这是非洲语，啊变做日语的外来语，好，所以伊叫做乌骨啦。乌啊，乌骨啦听起来是那乌骨啦。啊，毋过咱因为伊安尼有迄个一零嘛，所以咱台语佫有一个名叫做角豆。角豆啊，因为伫咧英语内底，大家都做伙学啊啦吼，即马国际化，所以伊就是拿迄个小姐的手指头啊，所以伊的英语名叫做 Lady Finger。 Lady Finger。对，啊，另外迄个青豆啊，咱其实嘛有水果有摕来号即个青的名，譬如讲杨桃，咱叫做 Star Fruit。好，所以看型还是讲大家关系安尼讲，就是爱小可去捌一寡医馆内的所在安尼。好，多谢。第二题来哦，重要啊哦。好，好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少年人爱用拍立得留下上青春的时刻，请问拍立得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拍立得，拍立嘿，我的是翕水有啦，翕水有，翕水有，你看，迄一台安尼，这无俗呢。几落这一千哦片偌贵，你知无？对啊，啊，伊翕出来了后吼，你即马免害啊，免害啊放了后差不多过5分钟，哦，咱人就拢伫内底。哦，迄影就浮出来，嘿，是毋是翕落水就水有啊？哦，是，所以我的是翕水有，啊那阿雄我的叫做变翕啊，变翕啊。方便互你翕的都有啊，翕啊。来哦，两队请选择哦。必须阿雄，眼睛边。两队拢巧啊！哎呦，上无爱摕到1000哦。唔对，无唔对，是。如果我唔知啊，因为咱这哦，这种对即马少年人敢若较好用。哎呀，因为你讲便翕啊，啊便翕啊，咱手机啊摕起来嘛是随便翕的，都是翕起来。啊，毋过翕就有，代表讲你随翕就随有迄个相片，对啊。哦，所以我是安尼用安尼推理，所以阮要翕就有。是，啊那义军呢？翕水有听起来敢若是一个动作，啊，便翕啊，就是阿爸，嘿，翕啊敢若是一个阿爸的意思。看型就对啊啦。嘿嘿嘿。迄拍立得嘛，啊，伊翕水有，伊一开始伊的卖点就是你翕了，你毋免搁去洗相片，你念伊就迄方便嘛相片啊，所以伊就是翕水有，因为你有迄张相片。但是伊迄个便翕啊，伊较强调的是伫咧讲，我足方便翕相，啊，你若要
讲重点伫咧翕相足方便的这点，啥物货拢是便翕啊，手机啊嘛是啊，相机嘛是啊，所以若是讲你要翕了随有迄个底片，有迄个相片，阮来给美秀的答案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翕水有。你无感觉加好听真济？一般咱看这词的怎样讲伊的功能嘛，吼，所以便翕啊，可能是干那迄个方式尔，是啊，毋过咱爱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有。吼啊，翕虽有，咱迄个伊原本的荷兰应该是荷兰语吼，伊是 Polaroid， 啊，伊就是公司的名变做是迄个产品的名。啊，咱足侪譬如讲英语的迄个飞盘 Frisbee 嘛是一间公司的名。每一人见解无共啦。拢学到啊！好，来，咱取消上尾啊是题哦，关键啊哦。来哦，来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大肠过小肠是啥物意思？好，大肠过小肠，我的意思，美秀这边是两个人冤家相斗，嘿，啥冤相斗，你就知影啥嘛？就是斗嘴嘛，吼。你甲看大肠。啊，这小肠，吼，两家袂合的时阵吼，就冤家起来，嘿，就会告来告去啊，可能哦冤家相拍拢有啊，所以讲我的是两个人冤家相斗，嘿。啊，像我这边的答案就是腹肚枵的意思。哦，因为咱食的物件先经过小肠，是，再来甲大肠，是，对。啊，大肠为什么要顾小肠？就是因为讲我咧等你物件来，你一直无来啊。吼，我这一直空空，所以腹肚枵。哦，就细念的意思就对啦。对啦。原来，所以讲我的是两人冤家相斗。啊，像我的意思是腹肚枵。好，来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大肠过小肠啦吼，是来义军。哦，这我都有经验啊。有吼，嘿，有过过就对啦。有，嘿，这个应该是大肠、小肠伤过枵啊，大肠咧照顾的意，我是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啊，我嘛唔知，等下听老师讲，安尼，嘿嘿。是。阮感觉是迄个腹肚枵的意思啊，就是细汉常常听人讲啊，啊人华语拢会讲，我们饿到前胸贴后背，啊伊嘛是身躯的两个部位啊，啊台语可能讲就是听枵甲大肠各相肠。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腹肚枵。台湾的俗语吼，拢会用一寡形啊音嘛落去用吼，所以咱若照咱食物件是先落去胃嘛，啊，较落去小肠吸收，然后到大肠遐吼。啊，所以这个部分是迄个大肠，甲讲小肠，你唔得爱一寡物件互我，这是第一个，吼，就是照迄肠仔的进度。第二个就是真正是内底。一直滚架，一直滚架，咕噜叫，所以哪像两双方咧相过啊？因为拄则有讲，哪像去甲照顾，其实迄是发音的问题。咱一般是过，爱学的音，啊，毋过腹部腔会变做过，就较有的形啊，所以是哪像讲过小肠，其实毋是，咱应该若是讲咱腹肚枵爱紧去趁钱，啊，爱去做一寡较。安分员工做的对无哈？所以咱是先顾腹肚，才顾腹肚，所以迄音无啥共，嘿，所以是腹肚枵，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咱进来看阮数，看阮这边的，阮妈这边的，即毛4000。哦，小好，好，阮三的这边的，毛2000。好，今日咱的第2位啊，正港铁佗人。正港铁佗人，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今日去倒位轻松。是，咱这回哈吼，甲两位报告一下，咱这回啊用镜头带恁来去看全台湾水的风景，甚至是外岛，甚至是外国哦。但是特别所在拢是咧天顶看落去的。哦，用空拍的方式。啊，恁就
知影了，就紧日水去。吼，3000就摕到啊！好，来上诶，咱今日去倒位去倒？是，咱刷落来影片要带你来去欧洲，啊，这个南欧一个国家，欧洲南部的国家3个字。哦，欧洲的国家3个字哦。好，来斟酌看。哦，这真正比较有厉害。欧洲南部的国家是西班牙。西班牙。嘿。哦，确定。确定。西班牙对唔对？这个美丽国家是踮什么所在呢？欧洲南部的国家3个字。哦，欧洲的国家3个字哦。好，来斟酌看，请看。哦，这真正比较有厉害。来，什么国家嘞？欧洲南部的国家是西班牙。西班牙。嘿。哦，确定。确定。西班牙对唔对？唔对。哎呀，真啊！你这个牛力啊！你安尼歹歹，伊滚也唔紧说到啥。是，妹妹，咱加油哦！好，咱继续看落去。哦，假假，好，来已经看完啦。好，来，爱推我。好，来你说。奥地利。南边。南欧啦，南欧，南欧嘿。对。嘿嘿。不要紧，你免紧张。来，你免紧张。葡萄牙。咱念得较清楚，老师听。葡萄牙。老师，葡萄牙对唔对？正确。哎呀！明白。好，来分数。有一滴了3000咯。哦，好，因为葡萄拢有人讲，是，好，所以拢会使。啊，伊的名叫做 Portuguese， 哈，所以咱你若念英语嘛是会使。啊，过来因为伊是有航海，啊，搁有迄个一寡因扩展一款历史文化。真古老的国家，啊，伊对咱台湾呢足有名一个影响，就是因葡萄牙的船行到咱台湾，看到台湾的迄个台湾岛，就讲伊拉 Formosa， 啊，所以 Formosa 是水的意思，啊，伊拉迄个是岛的意思，所以就是美丽岛，好，所以这是对咱台湾足有影响，而且咱后来。有足侪物件拢是用 Formosa， 比如讲台湾乌蚶，咱是叫做 Formosa Bell。毋过 Formosa 毋是干那咱台湾尔，世界有5、6个岛拢叫做 Formosa。毋过其中咱台湾上水上大了上有历史。好，阿妈放心啦，这个对啊啦。过关啦，过关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好，斟酌看哦。上爱今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咱刷落来这影片，要带你来去看一个国家。这个国家咧3个字。哦，这个国家有3个字哦。是的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哟，哎，五张赛哦。5张赛啊。我有加拿大。加拿大哦，人大上好的所在，上好的国家。哦，加拿大。好，来老师，加拿大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太最好，来分数。有一滴了3000咯。哦，而且速度拢足紧哦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加拿大有偌水哈，来。好，这个 Canada，
咱会当讲加拿大，啊嘛，因为大家拢惯习讲加拿大，所以是应该拢会使啦哈。因为语言是对人类咧变的哈。啊，过来这个国家伫个迄个美国的顶端，啊，因两个国界就是五大湖哈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所在，伊有足水的，搁较北边，所以伊是饭仔树足有名，所以伊是饭后之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哇，哎呦，咱的欧金珠，你拄则有看到啥无？我拄则看到迄枫叶要安怎讲啊？放啊休，放啊休，我才知影。哇，无要紧啦，牛一届啦，牛一届，一届哦，不过即马分数才叫做2000加你也较1万。加油的哦，无要紧啦，真正无要紧啦。真客气啦，马紧啦，咱够2个啦，马紧啦吼，来来，今日我啦。好来，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的这影片咧，啊，请恁讲出是一个国家2个字哦，2个字的国家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要成功啊哦！哎呦，倒位？倒位，我会使讲英文吗？英文会使，我这英文老师。Vietnam 是那个越南，Vietnam。好，越南，越南，对唔对？越南。啊，是哦。哎呦，不要紧，有机会哦。咱继续搁看落去。去乞讨，哎，去佚佗呢，对吼。啊不。要紧，不要紧，去佚你佗就好啦的机会结。束啊，我啊，我知了来啦，，你有无你知啊？？冰豆，冰岛，确定哦？确定好，对唔对，老师？对，正确。哦，厉害，分数。冰岛，终于得到3金咯！伊是北欧的国家，啊，因为伊的英语叫做 Iceland， 好啊，不过咱一般伊是念做阿苏兰岛。阿苏兰岛，Iceland， 啊，不过即马大家拢较接讲伊是冰岛，啊，迄个所在有火山啦，吼，啊，因为伊的人足少的，差不多33万人，差不多高雄市三明区安尼一区的人尔，不过逐冬去遐看极光啦，去遐佚佗的人超过220万，好，所以迄个220万就是差不多像桃园还是台南遐人口遐济，好，所以一个国家的风景。是一个国家的主产啊呢，好，冰岛，起码赶快2000加13000。你拢定啦，嘿。是，不要紧，咱阁有一个希望啊。嘿，对，八个，嘿，袂当好就话哦，咱赶快加油就好。好，咱今日换人。卖有压力，你莫有压力啦，卖有压力啦，我希望来争取奖金啦，吼。好，卖有压相力。信家己莫有压力。对。好，阿哥，免烦恼，免烦恼哈，嘿，免烦恼。唔免咯，少年的机会无要紧，甲剃光头，免。是好来，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来要介绍一个城市，一个美国的城市，哦，嘿，伊是3个字哦。美国的城市哦，3个字，哈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这精彩的啊！哎呀，这我来，看到迄海滩呐，我就想到第一个美国的城市，就是迈阿密。你是讲英文还是台语哈？台语。英语赛。My Army。我答了，Miami。正确。赞！来分数，恭喜得到3金咯！来继续甲看落去哦。
英语发音就准，啊，台语咱来叫做迈阿密，啊，所以拄则第三字是迄个台语，迈阿密哈。好啊，这个所在伫迄个 Florida 的迄个南边遐，东南边遐，啊，因为迄搭遐较特别的，就是足侪迄个拉丁族的，啊，个有迄个加勒比海的即个。迄个移民去哩，所以迄搭人会甲伊感觉讲是一个足多元的所在，甚至认为是一个迄个文化的大熔炉，叫做 melting pot。啊，毋过以前的 melting pot 是讲，甲所有的物件拢揽做伙，啊样变做是美国型。啊，毋过真人拢讲沙拉堡，就是讲沙拉碗。你每一个民族去到遐，你拢会当有家己的特色。啊，毋过有顶悬有迄 dressing，就是沙拉酱。啊，有一寡美国的文化。嘿，啊，所以这个所在，是真特别的所在。好来，即摆进来看分数，看阮这边阿嬷这边咧，即摆有13000。嘿，啊，阮选咧迄边咧，毛5000哦。哦，嘛袂歹哦。好，今仔日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一个问好，哦，8提示哦，是的，什么意思会上诶？系8提示是顺、关公、变通、分林、失踪、中考、定分，哦，做工课。这8提示代表8无共款的问题。哦，是问题，啊问好咧。问好代表每一个后壁无共款的奖金，上济15000，上少1000。哦，问好，这是上重要的啦吼。啊，我遮有2个提示，就是讲吼，有一条吼会当救人的命啦。吼，啊那个另外第2个提示就是讲，咱分数较少的吼，咱通啊先选。先选。我会使问我的朋友，你爱选什么题？哦，还是你要选婚林，因为伊是婚林人啊，伊会选掉。你甲伊会晓会甲选起来啊？婚林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婚林的奖金有偌济。哦，4000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婚林。请问台湾有一个婚林里，不过无伫咧婚林，伊吼甚至遐阁有一个婚林国小，你敢知影伊伫咧什么县市咧？来，10秒的时间，倒一个县市咧。9万。哦，7万。来。好来，伊就叫你啦。高中知诶。安尼哦，我嘛唔知。有可能。我咧唔是南投，无就是嘉义、阿里山嘛是拢有机会。安尼我嘛唔知，咱是要嘉义还是要南投？还是嘉义县？嘉义就嘉义县啊，你就嘉义县啊，就嘉义县起啊。好，来，嘉义县对唔对？是倒位？你我讲过啊。问老师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解释。好，答案是伫个南投县。是安怎会伫迄个南投县？就是以前设县的是甲真的概念无啥共，所以有嘉义啊个彰化嘛。啊，伊为着要伫这2个县中央，搁设一个县，所以伊就设伫个德山，伊一个99坎婚林坪顶悬，吼。啊，毋过迄个所在。后来因感觉讲伤过内山无适合，所以就搁甲刷出去，啊，从啊会去到即个婚林斗落迄个所在，系啊，原来的德山遐的婚林坪，迄个婚林里，就拢无人去参与啊。啊，所在是搁伫的，毋过就无人知影讲以前捌互选过要设一个县。安尼，嘿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换你哦，高张。当然嘛是先孙一个，孙哦，细孙呐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，孙奖金有偌济？哇，厉害哦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厝内底生一个囡仔孙，是大人会用萨摩啊，还是用金龟来叫伊咧？这分数伤悬啊，一定爱对，一定爱大家来，一定爱清洗太太。好来，变机关啊！我用药的吼，我用萨摩啊。
因为甘那孙已经是第4代啊嘛。是。好，这世人第一届不爱听伊的话，确定哈？为什么？还是听伊的好啊。是听伊的。厝内生一个囡仔孙，是大人会叫伊什么咧？请问厝内底生一个囡仔孙，是大人会用萨摩啊，还是用金箍来叫伊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萨摩啊。哎呦哎呦，机关。哦。这分数伤悬啦，一定爱。对，一定要大家来。一定要清洗太太。好来，变机关啊！我用药的吼，我用萨摩啊。系啊，因为金箍一般人是讲金箍赛，对，系啊，所以讲我感觉。嘛，按你来讲，应该是萨摩啊，佫较细，佫较细，嘿，因为甘那孙已经是第4代啊嘛，对啊，那买使分散风险啦，分散风险，系买使分散风险，分散风险，甘那解答咩分散风险？是，好，这世人第一届不爱听伊的话，是，选金箍呀，确定哈？为什么？还是听伊的好啊？还是听伊的。好啦，萨摩啊，听伊的。伊想到场嘛咧看啦，对啊。阿妈，这家在家好呢。对啊，是。就是唔对，唔过人讲啊，我阿公嘛有讲过意思啊。对啊，因为第4代上水啊嘛。要紧啊，安尼唔对嘛唔是我的责任。啊，你等下给我车钱转啦吼。你做啊，我烦恼是你无车钱啊。都很紧紧啊啦。好，来萨摩啊，好来萨摩啊，对唔对？好咧加载，甲你保掉啊，来奖金嘛。恭喜你2万5。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意思就是听某嘴大富贵，万年富贵。好，伊叫做萨摩啊，因为甘那孙就是咱讲的曾孙子，就是第4代啊。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迄个萨摩的形象就是那咧甲你诉会，啊，人就是讲骂听孙嘛，啊，而且。何况这是迄个干那孙，对，就是阿祖听孙安尼吼，在你数安尼吼，啊，这是第一个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因为迄个金箍一般来讲，可能是看起来较阳安尼吼，啊，其实人老岁仔人也是讲，迄生甲遮侪代，拢会愈来愈高欠，嘿，啊，萨摩的形就是讲，咱。一般来讲，有一句俗语叫做大不头，要一个动物。就是萨摩嘛，啊，不过这是我第一届感觉讲，放伫甘那孙家，真趣味的，对萨摩，互伊一个迄个，嘿，较好的名声呢，所以萨摩啊，所以祝大家拢会当代代生团，祝这萨摩安尼，我生到头壳就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来万5爱情题谣，7万5，好厉害，换你哦，哇，是，来这边。我要选，你要选什么？无咱凊彩选啦，心中啊，咱先来走啊。好啊，哥你也袂使支援呐，你袂使支援。无支援啊。安尼你啊，所以你选啥其实都无差。你会晓的啊，因为你刷来无支援啊。下面是做功课啊？做功课，做工作，或者是最慷慨，最慷慨。好。你有在做工课？好，来，咱来看这个哦，做工课，伊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阿明是做事人，代表伊会去倒位做工课咧？是田内底，还是纺织工厂？好，来，你10秒的时间。你讲一摆。做事人，做事人。是死人，做死人都无啊！其实你做死人都无啊！做死人，做工课啦，做事的啦，伊是咧田内底做工课，还是去纺织工厂做工课？我来，一直想着做死人。做死人是咧种鱼虾做工课。田地，做死人听起来像做田啦，做田啦，田就田，田嘞，嘿，田桥啊，迄个田啊，对，我
我知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哦，喊内底人对唔对？你讲看袂困难啦，吼，来奖金，恭喜得了5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 700块。好，迄个石就是石头，啊头前的座是正座，啊，因为咱是农业国家嘛，哈，以前是农业国家，所以做事咱会改变做是逐工爱出去做的工课，好，所以会讲做工课啊，是我要来做事啦，啊是我是一个做事人，安尼吼，爱发音发落唔好变死啦，虽然头家互咱做工要忝死吼，所以咱也是爱活命安尼，所以做残人、做事人、做。 拢会使，拢会使。好，多谢。老师，嘿，你讲看，简单吗？对唔对？对。好，来换咱国长。你选一个。我家己选咯。嘿，来。好，安尼我选关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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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关公的奖金有偌济？哦哟，真够选的。哦，头去指导跟他摕钱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来。 请问马祖的风景迷人，建筑真有特色。若是要去马祖观光的时阵，基本上看袂到什么物件咧，是青阳灯还是电火条？来，10秒的时间。捌去过马祖无？对。嘿。对，来，今日起。 2、1哦。是青阳灯。 还是电火条，看袂到，看袂到，看袂到。青阳灯，青阳灯，好，确定，确定。好来，青阳灯对唔对？是吗？来奖金，恭喜得了1万哦！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 好，迄个马祖伊敢若有2粒，迄个2座，迄个临时的青红灯，吼，一个是伫南竿遐，就是伊有一个民俗文物馆，就是惊去欣赏的人伤，去遐观光的人伤济。啊，第2个就是伫个北竿的所在，就是有一个落架的所在，惊游览车要会车无好势安尼。啊，另外即个北竿是因为遐有一个北竿。 北竿东山，啊，那马祖这个所在，甲咱传说的马祖就有关系，因为伊伫福建遐，要就是因阿爸出海，啊，结果发生意外，啊，伊就足伤心的，伊是因第6个查某囝嘛，吼，啊，伊就要出去找因阿爸，总啊家己嘛，迄个就是互海吞去，总啊伊的尸体派因阿爸。 就是到马祖南竿这个所在，啊，应该唔是青红灯迄个所在，啊，到尾人就感觉讲，这个伊好心吼感动天，所以就甲伊起一个庙，所以因遐地名马祖就是为咱正港这个林明娘来的由来的，嘿，啊遐敢若2个青红灯尔，是，好，多谢。好，来换你啊哦，哇，嘿，够有大奖你内底啊。 哈，阮即马1万呢，1万娘娘，够万里的啊，够万里嘛，互恁选万里的，失踪啊，失踪啊，订婚万里来订起来，失踪，你选，恁选啊，失踪啊，失踪吼，好来，咱来看者失踪的奖金偌济。你失踪，我就互你万里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 请问台湾法律规定，80岁以下的人失踪满几天，就会使互法院宣布申请伊的死亡宣告。好来，10秒的时间。失踪，嘿，几当就是几年。失踪几年可以宣告？几年哦。我想看卖哦，80岁，80岁以下。 我算，我知唔是3年，应该是8年，还是7年。还是你想看嘛？你结婚几年，你就当做另外一半已经失踪啊？有诶，拢安尼结婚足侪年了，有哪无？安尼就哪放见诶？安尼个贵气啦，安尼个贵气啦。80岁应该是7，因为80岁了，已经差不多啊。好，来7年哦，7年对唔对？ 恭
7档会开始咬咧，是7档。好，80岁以下是7档，然后80岁以上吼，就是3档，可能就是年岁较大。啊，毋过若有特别的即个灾难，吼，譬如讲921大地震迄款的，伊只要满1档，就会当宣告死亡。嘿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好，多谢。愈来愈少，顺赛。好，来，高张。家己算咯，家己算。中科吧。订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订婚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嘛，真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坐。请问，根据传统的风俗，爱负责新娘订婚仪式的好命婆，袂当是新娘的阿嫂，还是阿姨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阿嫂还是阿姨？袂当是哦。袂当哦。袂当。是。 5、4、3。来。其实我嘛唔知，凊彩有节。好，有吧？阿嫂，好，阿嫂对唔对？ 真精彩啦！厉害！好，来奖金，奖金得了3000咯，赞！来，田老师来解释。好命婆吼，要做好命婆爱有3个迄个条件吼。第一个就是你的翁婿爱猪咧。 啊，搁来就是恁爱夫妻就爱恩爱，然后你爱有子孙，吼，就是有查某囝有后生安尼。啊，当然迄个婆是爱45岁以上，啊，风俗内底是卖上好的，吼。啊，像咱阿姑搁阿嫂，咱袂当做好命婆，因为迄个姑就是咱像会变做孤鸾啊、孤单啦，是讲家己孤一个，啊，就对查某人就无好的，吼。咱像爱酒馆安尼，啊，迄个嫂吼，其实应该甲 华语嘛小可有关系，因为是扫嘛，啊，所以就咱像扫帚的啊、扫帚车啊，啊，所以就是感觉讲，也是讲迄个规个拢扫起来，无法度，迄个有发展有大发展安尼吼，所以阿姑搁即个阿嫂袂使，啊，那阿姨也是讲一寡另外较好命的拢会当，拜托伊来。阿姨拄笑起安尼。对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个继续哦。剩2个。我爱变通。好，变通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变通的奖金有偌济。哦，姐姐。袂歹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俗语伫咧讲拄到代志就爱会晓变通，就是时到时站灯啊，刷落去迄句是啥物咧？唔知啊，这你应该知啦。你应该唔知啊。唔知。这么。不要紧，你的感觉是啥？鸡丸。袂使，应该一摆尔。无鸡丸吃落，吃落。啊，你讲一摆。你先吃落，时到时站灯，无必无必加啦。 时到时担当，无米加。无你问高中好啊，高中会晓。高中。猪番薯汤。猪番薯汤啊。猪番薯汤。加番薯汤。来了，阿哥咧。差1000无差啦。1000无差，无米加。阿哥咧看你啊。会使上伊无紧，咱较大方会使上伊。猪番薯，我听伊的，番薯汤。 为什么要做番薯汤啊？煮番薯汤对唔对？哦，因为以前的生活足艰苦的啊，所以迄米足贵的。 啊，无米，你就爱去，有的人是食番薯签饭，所以当有番薯苦汤，还是去食一寡番薯就足好的，所以就变通啊。其实无米甲煮番薯，这就是讲你会当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是所以就是时到时你较去做这款应变就对啦。嘿，若要食番薯，因为咱婚林来的，阿嬷应该知影，婚林57号的番薯上好食，用香的煮汤的拢足好食。所以咱有米嘛爱去煮迄个水拿遐的番薯汤啊，是好食。好，谢谢老师。
年刚啊煮互你食，对对，韩鸡汤盖好食，赞赞赞，哈，比乌鱼汤，你我以为啥？高中是，后来使去就高中啊，中科啊，后来咱看者哦，中科的奖金偌济？1000，高兴哦。后来咱请出题，请问台湾有中部科学园区，形怀跨中部无共款的县市，云林县伫咧虎尾，啊，你敢知影彰化县伫咧倒一个乡镇呢？来留10秒的时间。彰化人，乡镇呢？我敢若知影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拢满是这。这我拢唔知。啊，来，记得起来。来，你感觉是倒位？电中好。电中。哎呦。好来，电中对唔对？咱中部的工业区吼，你若甲照迄个路线排就是台中区，然后较山内就是迄个后里，刷到入去迄个南投中兴区。然后较落去这个彰化，就是二林这个所在，然后较落去云林虎尾，所以拢总这5个区，互咱中部才会发展，吼人口有当时已经渐渐要赶到台北遮。好，所以是答案是二林。啊，这个二林是二林社因的古早名，好，所以无特别的讲是2个树嘛，是古早的这个迄个原面部族的名。嘿，好，多谢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哦，来，进来看分数啊！哦，看阮妈这边分数偌济？41000。哎，啊啦，阮选的这边呢？23000。嘿，嘛真好呢。好，进来的1秒1000斤。嘿，1秒1000斤。大家动动筋。今嘛奖金41000块。嘿，41000块就是41秒对无？无够。好，无咱搁填30秒好无？好，31秒，加油哦！嘿，这回合有3题。3题尔。第一题几个字？4个字。4个字，今嘛有71秒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题是穿白衫。穿白衫。白纱啦，白衫拢会使。第二个是穿乌鞋。穿乌鞋。对嘞。 4个字哦，啊有一支嘴哦，一支嘴哦，唔是，海波地哦，海波地哦，应该是一种会震动的动物哦，记得。来拼奖金咯，会当摕偌济转去咧？ 今嘛有71秒哦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题是穿白衫，穿白衫，白纱啦，白衫拢会使。第二个是穿乌鞋，乌鞋，对嘞。 4个字哦，啊有一支嘴哦，唔是，海波地哦，海波地哦，应该是一种会震动的动物哦，记得，咱们街口，那个保育类动物，记得，什么的？嘿，保育类动物，嘿，国语名称是什么？哎呀，华语叫什么？记得，国语叫什么？姑姑啊，才飞来一届，嘿，记得加油，不要手一直在走，我听就听到诶。 你个睇只，飞呀！只哦，哎，第二，乌面皮咯，乌面皮咯，唔知，阿姐，乌面皮咯，唔是啊，辣杯，真假，乌面啦，阮姐啊，讲到要变过啊，啊你爱讲啊，乌面辣杯啊，乌面辣杯啦，强要急死，我开要请我要变啊，变老筋啊，因为你也看伊真正名就是白，吼，还有一个乌鞋啊，嘿，只乌鸡喙尖尖安尼，拉咧，是，爱拢是海波地，你已经摇出来啊，但是阮姐有讲，因为无听过这个名，对啊，但是你爱听伊有咧讲，是爱有正紧张啦，后来看着秒数村。 开50秒去，敢袂伤下？拉袂出来。啊，这边应该叫阿谦来。对啊，对，拉袂出来。会使支援无？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2题，搁2题，咱速度爱紧。好，第2题，来，几个字？ 3个字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
第一个提示，你是淡湿的所在，淡湿的所在哦。来，第二个提示，伊是吼会擦擦上上。擦擦上上。哦，是啥物物件咧？再来，伊有传染性，代表伊是一种病哦，可能哦擦擦上上。运动员的脚，伊运动员的脚，这个。我讲运动员的脚，你甲我讲皮肤白。阿妈，我已经足尽咗斗相共啊，我无法度啊，我要中风啊，辛苦啊啦！不要紧，有精神。精神。第三题咱赶快。三哩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好来，第一题是疼食萝卜。疼食萝卜哦。第二题是爱哭的囡仔。爱哭的囡仔。嘿，第三个题是唔困的囡仔。唔困的囡仔。考个宝。正确哦。我那就考你啊。好无。好来，咱即摆奖金是2粒。哎呀，食2袂歹哦，健康哦。好，不要紧，马上来去颁奖。哦，来，颁奖，无奖金不过咱有，金牌一个，金牌啦，真的。嘿，阿妈你嘛着金牌啊啦，哎，恭喜哦，进入复赛哦。是，今日吼要感谢咱的龚老师，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辛苦了。感谢。再见，有二位，讲台语提爸爸，祝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，下回再过来见哦，谢谢，感谢。太好笑，太趣味了，感谢。下回再过来见哦，谢谢。